做伙读圣经，今日8月初3，咱做伙读以赛亚书第17章到第2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7章，这是有关大马士革的信息。看咧，大马士革无过是城市，一定会变做粪扫堆。阿罗尼的城市会永远荒废，变做饲羊的所在。羊倒地休困，嘛袂受吓惊。以色列袂阁有要塞，大马士革嘛袂阁有主权。所剩的叙利亚人会亲像以色列人失去光彩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：伫迄日，以色列的光彩会消失，伫肥软的身躯会消散落吧，亲像收割了的麦园，剩的麦仔互人捡去，亲像利法因山谷收割过的麦园，剩的麦穗嘛互人捡了。以色列人中间只有少数会留地，因为亲像拄啊收成了的橄榄树，树顶只有剩2-3粒橄榄，下面的枝上上侪嘛才剩4-5粒。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宣告：伫迄日，人会转向因的创造主，因的目睭会仰望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因袂阁归向因亲手起的祭坛，嘛袂阁倚靠因指头仔做的阿舍拉女神的雕像甲香台。伫迄日，以色列封闭坚固的城市会趴远荒废，亲像阿摩利人甲希比人对以色列人面前逃走去杀的城市。以色列啊，你已经袂记得拯救你的上帝，袂记得互你避难的大石盘，击败外国的神明。你亲像有栽上好的树丛，毋过接外来的树枝。虽然伫栽种迄日就半影，伫栽种迄早起就开花，总是收成袂落空。迄日只有病痛甲大痛苦。听咧，有真侪人民在宣发，因宣发的声亲像大海哗哗吼，列国若大鹰在冲击，亲像波浪直直冲。列国虽然若大水直直破，上帝一个这边，因随时走离，亲像初起互山顶吹落来的光粒仔风扫走，亲像草叶仔互大风吹散。看咧，面时有恐怖，认袂出因就拢消失。这就是守远的人应受的报应，是结远的人应有的命运。第18章，伫古实的河迄边有一块地，伫遐有听到真侪石地劈的声，遐有真侪使者，坐芦苇做的船对尼罗河落来。恁这的行动，免责的使者着去一个身材悬大、皮肤光骨的民族遐，一个远甲近的人拢惊畏的国家，一个强大爱吞食人的国家。因的土地互河流分开。恁这的住伫世间，地上所有的居民啊，大旗伫山顶采起来的时着看，扫甲分的时着听。上主对我讲，我要对我徛起的所在点点观看，亲像日光的炎热，亲像收割的时露水蒸发的云雾。何得还未收成以前，
火社要结做葡萄的时，上主会用镰刀将幼枝割断，将暗暗的葡萄藤针削掉，因为受气杀，迄伫山顶的鹰鸟，震予地上的野兽，伫夏天互鹰鸟做寿，伫冬天互野兽休困。迄时有一个国家，土地互河流分开，伊的人民身材悬大，皮肤光骨，吞达人，互远甲近的人拢惊畏，因为来到锡安山敬拜上主，献礼物互上主万军的统帅。第19章，这是有关埃及的信息。看咧，上主坐快速的云飞来埃及，埃及的偶像会伫伊面前皮皮喘，埃及人的心为小羊失胆。上主讲：我要激起埃及人攻击埃及人，兄弟攻击兄弟，厝边攻击厝边，城攻击城，国攻击国。埃及人会失胆无力，我要拍乱因的计划，因会去找因的偶像甲念咒的，去求因的看望的甲当机倒头。我要甲埃及人交予一个凶恶的国王统治。只管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：海水会打起，江河会打哭哭。运河的水会臭，尼罗河的水会减少煞打去，芦苇甲芦竹拢会冷去。尼罗河河口甲烟花栽种的会高大，互风吹散煞无去。掠鱼的人会哀哭，伫尼罗河钓鱼的会悲伤，伫河里拍网的拢袂当生活。烧麻做衫甲织麻衫的人，拢会失望见笑。织布师傅会累志，城内的工人会烦恼忧愁。说咱的领袖有够愚戆，发了上有智慧的顾问，无好的计策。恁哪会当甲法老讲，我是有智慧的人的后代，是古早君王的子孙？埃及王，你有智慧的顾问伫倒位？因现在就讲互你知，上主万国统帅要对付埃及的计划，说咱的领袖有够戆。明会师的领袖互人骗去啦！这之族的栋梁，甲埃及带袂路。上主甲错乱的神灌入因内面，互埃及所做一切代志拢差错，亲像酒醉的人哪颠哪吐。伫埃及，无一个有路用，无论是头还是尾溜，樟树枝还是芦苇，拢相款。伫迄日，埃及人会亲像福音人惊吓摇摇煞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举手要处罚因，犹大地嘛会互埃及人惊吓。老人提起犹大的名，因就皮皮喘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有计划要对付因。伫迄日，埃及有5个城市，人会讲希伯来话，对上主万军的统帅宣誓尽忠。其中有一个城叫做太阳城。伫迄日，埃及地的中心会起造一个祭坛献予上主，嘛会伫边界踩一支献予上主的条。这个要做上主万军的统帅临在伫埃及的记号甲见证。埃及人受压迫求救上主的时，伊会替因找一个拯救者来保护因、投放因。
上主为对埃及人显示伊本身。伫迄日，埃及人为承认上主，对伊献烧化祭甲素祭，嘛为对伊下愿搁谢愿。上主一定会责罚埃及人，然后甲因医治。因活转身归向上主的时，伊会听因的祈求，甲因医好。伫迄日，对埃及到亚述划开一条大路，亚述人划去埃及，埃及人划去亚述，埃及人甲亚述人会做伙敬拜上主。伫迄日，以色列划到埃及以及亚述三国做伙成做全世界的祝福。上主万国统帅要赐福予因，讲：愿我的子民埃及，我的手所做的亚述，我的选民以色列，拢受祝福。第20章，亚述王撒尼君命令伊的元帅去攻取菲利斯的阿什突城。这个代志以前，上主对阿摩斯的囝以赛亚讲：你去，将你身躯顶的抹布衫脱起来，脚穿的凉鞋脱起来。以赛亚就照安尼做，赤身裸体脱只脚行路。然后上主讲：这是埃及甲古实都要拄到的代志的记号甲条头。我的仆人有3年久赤身裸体脱只脚。亚述王会亲像安尼掠埃及的俘虏甲古实的战犯，无论是少年的还是老的，互因拢赤身裸体脱只脚游行，互埃及见笑。所有瓦克古实以及用埃及做夸口的以色列人会惊吓见笑。伫迄日，住伫沿海的人会讲：看咧，咱所瓦克要保护咱逃脱亚述王的，就拢安尼，咱哪有法度走闪？第21章，这是有关沿海曠野的信息。跟雷亚风对南部的沙漠扫过来，对旷野、对恐怖的地来，我有看见凄惨的异象。背叛的人继续背叛，破坏的人一直破坏，依然就去攻击。米底亚甲伊包围，上主要结束巴比伦所造成的痛苦，所以我的腰激烈痛痛，亲像产妇在催阵。我惊甲什么拢听袂到，我喘甲什么拢看无，我的心混乱，恐怖互我皮皮喘，我所意爱的黄昏，互我耳准。因白色艳色，地毯铺好势，也食也啉，领袖起来，用油擦顶牌。主甲我讲：你去安排一个守望的。叫伊甲你报告伊看到的事，伊会看到军队，兵马一队一队，阁有骑驴仔的，骑骆驼的，伊着听，着注意听。然后守望的话讲：主啊，我逐日徛伫守望，逐暝伫守望台看守，看咧兵马来啦，一队一队的来。后来，伊阁话讲：巴比伦倒落去啦，倒落去啦！一切的神明偶像拢讲喙那甲龟头骹。哦，恁受拍碎，倒甲龟拍袂长。我的同胞啊，我对上主统帅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。听到的，我拢甲恁讲啦。这是有关以东的信息。有人对以东的话讲：守望的现在几间？守望的面是过偌久才会过去？守望的因讲：早起时都要来啦。毋过要是面是，你若爱问，做你问，嘛通
搁转来问，这是有关阿拉伯的信息。伫阿拉伯的树林歇眠的地带相对啊，着摕水来互喙焦的人啉。提马的主民啊，就带食物互逃难的人食，因为因得被刀剑。地刀闪已经飞出的刀剑，因闪避已经抽开的经。地刀闪猛烈的战争。主对我讲，伫一年内，照请工签约的年限，其他所有的繁华拢会无去，也经钱的其他勇士会剩真少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宣告。第22章，这是有关异乡山国的信息。是安怎恁拢爬上厝尾顶？恁这个充满闹热喧哗的城市，恁中间死去的人，毋是互刀剑刣死，嘛毋是伫战争中死亡。恁所有的官长规阵逃走，无一个开弓射箭。战士虽然走真远，嘛互人找着，做一个掠去。所以我讲，莫插我，互我痛心啼哭，毋通想要甲我安慰，我的同胞拢灭亡啦。这是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互异乡山国惊吓、混乱、受吞踏的日。伫迄日，城受攻破，哀叫的声响遍山间。依然的兵骑马，坐战车，带战地来进攻。隔年的兵将盾牌吐出来。你上水的山谷，战车满满时，马兵伫城门口排阵。犹大所有的封闭拢失效。伫迄日，恁期待黎巴嫩林公提供武器。恁发觉大鼻城有真侪破徛，就伫下池注入水。恁点算耶路撒冷的厝，拆厝来修补城墙，互墙较好封闭。恁伫两个城墙中间做水窟，通接住旧水池的水。毋过，恁拢无挖靠做即个城的上帝。嘛无甲对古早就计划即项代志，迄位看在眼内。伫迄日，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叫恁，着体口悲伤，着剃光头穿满衫。毋过恁狂欢宴乐，太牛太羊，大食大啉。恁讲，咱来食来啉，因为明仔载咱就要死啦！上主万军的统帅亲身甲我启示讲，即个罪到恁死，我一定袂赦免。只管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，只管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你去见宫廷财务总管谢贝纳，甲伊讲，你伫遮在创啥？啥人互你官兵伫遮为你家己拍坟墓，伫悬的岩石中做一个安息的所在。你看起来，敢若真了不起。毋过上主要甲你掠起来，甲你束归原，亲像球，迄去真远的所在。你会死伫遐，你掠做夸耀的战车，嘛会放伫遐。你会成做你主人的家的见笑。我要切你的阵，拔你的位。伫迄日，我要甲我的仆人迄个家的囝以利亚敬调来。我要将你的外袍互伊穿，将你的腰带互伊下，将你的官兵交互伊。伊要亲像老爸看过
耶路撒冷的居民甲犹大的人民。我要将大卫王朝的锁匙放伫伊的肩头顶，伊开就无人会当关，伊关就无人会当开。我要甲伊安置伫稳固的地位，亲像旗仔顶真牢。伊要正做因老爸的继荣耀，伊的家族对囝到孙的打头，亲像卡拉鞋仔，拢挂伫伊身上。上主万军风水讲，伫迄日，定伫坚固所在的溪仔会软去、落去，伊歹会重担会无去。咱家太圣恩节伫以赛亚书第17章到第22章。